一個可以成為學校長期合作嘅供應商嘅高手必備嘅5個因素。如果你覺得你嘅服務或者產品非常之好，但係學校永遠都會話冇預算或者冇時間做，咁係咪真係冇預算呢？定係佢哋連申請呢一筆錢都唔知道佢點做呢？我係做咗20年學校採購研究嘅 Ronnie， 專門幫中小企拆解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幫你用最短嘅時間、最快嘅速度打入學校市場。你知唔知咧？香港嘅學校用 QE 分啦，或者各類唔同嘅資助撥款嘅流程係啲乜嘢？係先要有計劃書啦，然後到申請資助啦，獲批咗嗰筆款項之後，先至會去進行採購嘅。如果學校未有一份可以申請到資助嘅計劃書，其實根本上佢都冇預算去買你嘅產品或者服務。所以咧，最犀利嘅供應商唔係話我有一個服務，你要唔要啊？而係我幫你設計咗一個計劃，令到你可以申請到資助，然後用呢筆嘅資助去買你嘅服務啊。而一份可以批到資助嘅計劃書，必備嘅5個因素係啲咩呢？第一，清晰具備學習嘅目標同埋成效嘅指標。如果你係一個中華文化嘅活動供應商，你要寫嘅唔係增強學生文化嘅知識，而係透過幾多次嘅工作坊，令到幾多個%嘅學生能夠描述到中華文化嘅節日由來同埋意義啊！而且你仲有評估問卷去 back up 你，令佢哋知道學生用完你嘅服務之後嘅變化，越具體越容易批。第二，三方受惠設計。優質教育基金咧，好明確咁話俾我哋知，要惠及多方嘅計劃。你嘅服務設計咧，要呈現到學生直接學習到嘅係乜嘢，老師嘅專業技能有乜嘢係提升到，家長可以參與到其中。每一方嘅得益，你都要清楚列明到。第三，延續性嘅說明，計劃完結後學校點樣可以持續地可以進行呢？計劃書要講得清楚，資助期間結束後，學校靠自己嘅能力點樣可以延續到而家嘅成果。例如培訓種子老師去後續主導，仲有就係建立校本嘅資源庫等等。計劃有後勁，通過率咧就會高啦。第四，預算咧要參照行業嘅水平，唔可以過高，亦都唔可以過低。如果導師嘅報價咧過高，評審委員會就會質；如果壓得太低嘅價錢咧，你又請唔到合資格嘅老師。所以咧，你提交計劃書之前咧，係要研究行業嘅水平，報價要有合理區間啦，同埋你要講到明點解要定呢個價錢。第五，配合當時嘅政策熱點，加強嘅說服力。近年咧，重點資助嘅方向係學生心理健康咧、AI 學習、中華文化、可持續嘅教育、國民教育等等。如果能夠配合當中其中一個方向，並且可以喺你嘅計劃書裏邊好清楚列明重點嘅說明咧，通過機會率咧就會大大提升啦。識得幫學校寫一份成功獲批嘅計劃書咧，係你同競爭對手嘅最大差距啊！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記得